仲有4個禮拜就到匹茲堡健美比賽，一齊睇下其中一個我非常欣賞嘅傳統健美選手 Nick Walker 佢最新嘅力地訓練安排。第一個動作坐姿 head squat 啊，坐喺度可以減低對下背嘅壓力，避免比賽前嘅受傷。佢做咗3組360磅，大約每邊4塊大餅，12下一組，每一組都做到 full range of motion， 節奏做得非常之舒服。第二個動作 free squat 器械嘅 V 字形深蹲，呢個動作主要佢係用輕重量去刺激晒成個腳，兩邊只係用咗塊大餅啫，兩組12下，一組10下。雖然重量大家都做到啦，但係佢完全係冇揸流灘㗎，無論係控制同埋個 range 都係非常之好。到底部嘅時候會停1至2秒，去達到呢個控制。第三個收尾動作步行蹲 walking lunges， 用佢自己本身嘅重量285磅，總共行咗40步。作為巨獸呢個負重訓練已經係非常之足夠啊！好期待佢4個禮拜之後比賽嘅表現啊！衝去操嘢先，拜！